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哪像已经成为政策开始来交战咯。讲新北市蘆洲南北侧农业区的检讨案，也立定这个中央的审查。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批评中央卡地方。内政部长林佑昌今仔日来回击，讲黄国昌可能对新北市政唔是真了解。另外，民进党的立委嘛来指控黄国昌甲侯友宜伫果菜市场的搬山案牵涉到独立财团。黄国昌是真激动哦，反呛讲我甲恁民进党的人无共款啦。跟新北市相关的都市计划的变更，内政部是能拖就拖，能卡就卡。黄国昌委员可能对新北市的市政，然后对芦南芦北案跟三重国泰市长迁移的这几个案子，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跟清楚。乡长对决讲话是3到6签，先把这个大补地本来比上较关心。针对蘆洲南北平检讨案，黄国昌骂中央是真够拖时间。进前还未对下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搁一摆提三重埔果菜市场搬迁案，指控黄国昌和侯友宜独立财团，因为开发的利益是这笔600多亿。你要选市长嘛？你来评论一下侯友宜这个选址，还有这个程序有没有图利到三重的利百代集团和华电财团？叫你出来打球，你也不敢出来打球。叫你来辩论一下嘛！我黄国昌跟你们民进党的人不一样啊！我不知道民进党的林淑芬委员还有什么脸面，敢指着我黄国昌的鼻子说，我跟财团靠拢。不满黄志基高级财团嘛背回民进党所讲的，甲侯友宜伫咧斗相共，是为着咧替新北市长的选举铺路。偏偏林佑昌讲和侯友宜是感觉真欢喜，特别率队去拜访了新北市长侯市长，那让侯市长也充分了解这些相关的一个课题。那一天其实我们会谈非常愉快，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有共识。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林佑昌部长啊，你赞不赞成林淑芬所说的，侯友宜在推动芦南芦北的都市计划的时候，是在为特定的财团图利？三重埔蘆洲民进党大本营，正做特别攻防的火力战区。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